看圣诗442首，442首。这是圣神引出的诗歌，这个旋律咱也真熟。这是美国歌词，这个曲是英国的曲。咱这首诗歌就是主圣神引出保护咱。伫个这个年尾的时阵，咱感谢神父上帝带领咱。虽然今年有真侪可能无拄到好的代志，但是主永远平安带咱来经过。伫个今年上尾啊即个礼拜，嘛是全心感谢天父上帝的带领。主圣神引带保护，这首诗歌咱共款，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4节。第4节的所在，较早咱讲三位一体，这是咱要解做三位上帝。好，这是预备来。接着咱来看78首，圣诗78首。这首诗歌，耶稣，耶稣，因听来充满阮，甲阮来服务主，你所安排的厝边。伊跪落朋友的骹前，静静来洗因的骹，主人诚做萝卜在服侍。耶稣为着门徒来洗骹，诚做好的模样，诚做咱的模样。
咱也爱学习主耶稣用听来听咱的厝边。这首诗歌真好听，咱也安静咱的心。咱这首诗歌，咱拢来唱，4节拢来唱，来慢慢来思考，唱的倒个时阵，咱来思考耶稣以后的模样。耶稣，耶稣，听听将我交往来何故？主你所安排主边，你为了朋友看见，静静来说因的口，主人家最落寞的风霜，耶稣，耶稣，因听将我交往来何故？主你所安排主边，主边有好也相拥，主边有无情种种，主边也有分贵贱恨故。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将我交往来何故？主你所安排主边，我应该为因何故？我应该对因听伤，你大家拢就是恋主边，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将我交往来何故？主你所安排主边，听乎我苦加归拢，亲像落寞来何故？我应该安尼甲你同往，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将我交往来何故？主你所安排主边。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。
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对伊唱歌学乐，但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着追求人上做人心内欢喜，做伙来吟圣诗，学乐咱的主。圣诗第21首，圣诗21首，主你无所不在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伫今年年尾礼拜，阮感谢你。阮伫你面前做伙祈祷的时，你总是阿头听阮的祈祷。阮真知你的疼来带领阮向前行。对年头甲年尾，你的疼伫阮的中间，无离开我。过去一年，有逐款的挑战，阮的世界大有战争，求你带来和平。伫乌克兰、俄罗斯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，阮的台湾也面对隔壁中国武力威胁，心理统战要来并吞阮的家园。求你互世界领导者有真正的智慧。知影武力无法度真正解决问题，只有互相了解，有真实、诚实的对话，才有和平的空间甲未来。我过去一年，阮的亲人朋友拄着病痛，伫厝里接受治疗、住院的时，阮会因为安尼的痛苦失志。但是主啊，阮病痛的时，你伫陪伴阮无够孤单，你的安慰甲医治，对年头甲年尾一直甲阮伫地。感谢你赏赐阮教会有你的祝福，伫这个特别的位置，有好的环境甲空间，我要看起你的疼伫这个所在。阮要伫这个所在找到对未来的信心，因为你的疼的见证伫这个中间。一届，
搁一届结离阮，一届搁一届换新阮的性命。求你互我有够强的信心，对年头到年尾，阮拢不伫来烦恼。过一年，世界充满变化，无论阮的台湾、阮的社会、阮的教会、阮的家庭、阮的个人，拢有真侪挑战，真侪代志无法度计划。但是，阮袂因为安尼来不安，来惊吓，因为阮相信你的疼一直伫阮中间，你的恩典一直甲阮同在，你带来愿望，带来信心、安慰甲医治，拢无离开阮。也求你互阮伫即时，毋通袂记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。阮同心合意来祈祷的时，你的疼、你的应允、你的恩典，拢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你带来阮新的眼光、新的看见，伫未来新的一年，看见新的愿望。即时，请大家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一声来祈祷讲：我伫天地的爸。一个请坐。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启文第35篇，启文第35篇，箴言第4章。我的囝儿，着听老爸教示，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。我嘛捌做老爸的囝，老爸有教示我讲，你着记住我的话，着找求智慧，找求聪明，毋通袂记伫，毋通放杀智慧，伊会保护你。智慧上重要，着拍拼找。你尊重智慧，伊会关顾你。智慧会用外悬滴伫你的头壳。我的囝着听，着领受我的话。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。你行的时，袂拄着阻碍。着持守教示，毋通放松。三界经圣诗441首，圣诗441首，上帝圣神因带保护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
请坐。三更的台祈祷，主啊，阮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来亲近你，感谢你用你的圣心来引带阮，你的圣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心火热，你的圣心来更新阮的生命，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，提醒阮你的疼伫阮的中间。提醒阮来听趣味，亲像家己，爱时时追求你的话语，当心你祈祷。阮感谢你，伫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，你的圣心伫阮的中间，阮有够强的信心，面对未来挑战，有对你的信心，互阮袂来惊吓。阮感谢你。伫这个充满不安的世界，你的圣心伫阮中间，带予阮够个安慰、甲医治，互阮的身躯得到健康，心灵得到平安。阮面对这个充满变幻的未来，阮实在无够个信心，做出正确的决定，来面对阮的个人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。但是，你的圣心伫阮中间，阮有够个智慧，明白啥物是真实，互阮做真正的选择。阮也感谢你，透过圣经的话语、无数的讲道，阮对圣经有新的认识，会当重新看见家己的处境，重新看见家己未来的道路。也求你提示阮，无论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。我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，阮伫祈祷中检察阮家己，看见家己的不足，看见家己容易来骄傲，会当明白，阮拢是无完全有罪的人。我也愿意伫你的面前，重新来经历地狱，搁一届献上我家己，甲主、甲人建立好的关系。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参加来共读圣经，圣经以赛亚书第20章第1节到第6节。圣经以赛亚书20章第1节到第6节。亚述王撒尼利命令伊的元帅去攻打菲利斯的亚实多城。这个代志以前，上帝对亚摩斯的囝以赛亚讲：“你去，将你的身躯顶的麻衫脱起来，脚前的凉鞋脱起来。”以赛亚就照安尼做，赤身肉体，脱赤脚行路。然后上主讲：“这是埃及甲古时特别拄着的代志的记号甲调头。我的仆人有3年久，赤身裸体，脱赤脚。亚述王会亲像安尼，掠埃及的俘虏，甲古时的战犯，无论是少年也是老的，互因拢赤身裸体，脱赤脚游行，互埃及见笑。所有我靠古时以及埃及做外口的以色列人，会惊吓见笑。伫迄日，往伫沿海的人会讲：看咧，咱所外口要保护咱，住伫亚述王，拢伫安尼，咱哪有法度走闪？愿上帝话成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下面请教14班来带领咱礼拜，
荣耀你圣名。这是请地牧师来讲道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沙士班早起用荣耀你圣名这首真水的歌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。咱对3礼拜前18章开始，连续3章拢讲起这个故事。故事就是以索比亚，故事甲埃及的故事。但是头前2章是分别讲起这2个国家，18章讲故事，19章讲埃及。今仔20章是将2个国家放做伙来讲。这段嘛真有意思，真侪学者主张讲这段是真原始的资料。因为伊咧表达的方式，甲头前咱所读第6章到第9章，一般咱也叫做讲以赛亚的回忆录，就是较属于讲起以赛亚个人的故事是有关联的，然后今日经文内底直接称以赛亚讲阿摩斯的囝，这互咱回想起一开始第1章第1节，嘛是用同款的表达。咧讲起以赛亚伊的使命，确实今仔日即个经文内底上特别的，就是咱看见以赛亚伊的一个行动，咧读这段的时阵，咱嘛会注意到内底迄个历史的迄个情景有几若解的变化。一开始第1节伫遐讲亚述王沙尼军要去攻打非利士。亚实陀
也是突城。但是无偌久，讲到第3节的时阵，伊煞转向讲，这是要讲互古实甲埃及听的，即个以赛亚所做出来即个行动剧，是为着互古实甲埃及看的。即两个事件其实中有时间的差别。亚实突去互攻打是主前710年，即个埃及甲古实去互攻打是10年了后的代志。然后，佫足特别的是到读到最后一节第6节，诗人佫讲起住伫沿海的人，住伫沿海的人，这个人要伫遐哀叹讲，连埃及甲古实拢安尼惨败。咱哪有法度走险啊？这个住伫沿海的人是咧指向，这较听咱会详细来讨论。这段经文最后结束，底下一句话讲：咱哪有法度走险来做结束的话？提出一个真严重的问题：咱敢有法度走险？敢险会过？无答案。所以，咱今日也家己来敲找这个答案。咱下面就来看这段经文。第1节伫遐讲亚述王撒尼军命令，这个中间主要发生的代志，就是亚述突城起来反叛亚述，联合其他几个小国家起来反叛。背后呢，真有可能是埃及。甲古实伫遐使人，结果呢，亚述王就派军队去拍亚实突，甲拍落来，所以这样代志，互隔壁的犹大国就真大的挑战。到底是要安怎？是毋是爱去甲南边的埃及甲古实结盟，通对付亚述？这变做迄个时阵，犹大国伫国际政治中间一个真困难的决定，要做出选择。亚实突城拄仔咧海边，伫今仔日的加沙走廊的北边，拄仔咧以色列甲黎巴嫩的边界所在。当时反对亚述拢是用这个城做中心。进入第2节，伫遐讲这项代志以前，就是讲。亚实突还未起来反叛进前，上主就大声叫以赛亚用象征性的行动来预表，并且传达上主的信息。伫遐敢若是一项代志，嘛有可能是2项代志。伫遐讲伊叫伊将麻布衫脱落来，这可能已经是一项代志啊。咱知影穿麻布衫是代表哀伤。伫遐啼哭哀伤的时阵，就穿麻衫。这是毋是咧指亚实突城去用拍败的时阵，伫遐哀伤的情景？然后呢，佫落去讲衫脱落来，鞋仔脱落来，赤身裸体，脱赤骹行路。这是表达讲去互掠去的情景。赤身裸体是表达讲无助、见笑、软弱。脱赤骹是表示完全降服，所以伫遮后壁即个脱赤骹、赤身裸体脱赤骹，可能确实咧指后来埃及甲古实去互亚述人掠去，受掠的即个情形。所以以赛亚即个行动剧头前敢若咧讲起亚实突的遭遇，后壁咧指向埃及甲古实人的遭遇。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将来。然后真特别的是，为第2节到第3节有一个行动甲解说的一个关系。第2节伫遐讲，以赛亚就照安尼做，伊就照安尼去做。第3节讲，然后上主讲，上主所讲的话，就是要解说迄个行动剧。这个行动剧到底是代表什么？伊伫遐讲，这是埃及甲古实
得要拄到的代志，会记号、甲调头。上主对以赛亚的动作做出解说，讲这要成做埃及甲古实的记号、甲调头。咱若倒转去看，拄我讲的迄个以赛亚家己的个人的回忆录，伫第8章18节，以赛亚家己伫遐讲：我上帝予我的使命，就是要成做伊的记号甲调头。所以伫遮，以赛亚敢若头一摆真清楚表现出伊所应该做的一种使命。然后伫遐讲，伊伫遐赤身裸体，脱赤脚。行3年，行3年，3年足长的啊！咱若想象，即个先知真正赤身裸体、脱赤脚，3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内底伫遐行来行去，这是咧表达讲，即个信息遐尼啊要紧，伊用一种真有耐心，用真长的时间，一再做出即个行动。目的是要叫大家重视这个警告是真严重的，上帝一定会来审判。到第4节、第5节，先知的上顶的行动，伫遐讲起犹大国若想要靠埃及甲古实的帮忙，最后就是见效。伫遐安尼讲，亚述王会亲自安尼掠埃及的俘虏。甲古实的战犯，不管少年还是老，互因拢赤身裸体，脱赤脚游行。伫遐讲，即个记号就是要互埃及甲古实看的，因为因将来会共款赤身裸体，脱赤脚。结果伫遐讲，埃及会见效，埃及会见效。毋然安尼，后摆佫加一句。想要倚靠古实甲埃及做夸口的以色列人，嘛会惊吓见效。所以而且信息毋是干那对埃及甲古实讲尔，搁落去嘛对犹大国讲出即个信息。咱进入最后一节第6节，伫遐讲伫迄日，伫迄日有迄种指向未来，还是讲将末的即种的意思。然后伫遐讲住伫沿海的人，我已经提出这个问题：到底住伫沿海的人是咧指啥人？是咧指亚实突这非利士人吗？还是咧讲第5节咧讲的迄个会见效的以色列人？伫遐讲，咱所要倚靠、要保护咱逃脱亚述王的，即句话当然是咧指南部。拄啊兴起的即个新的势力，就是古实甲埃及，真有可能就是伊伫遐煽动，所以这小国家想讲，阮会当倚靠埃及甲古实，无拍算，所有的援助拢无来，颠倒埃及甲古实煞去互拍败，所以伫遐讲，连因就安尼，咱哪有法度走向？即句话读起来。真悲观，敢若讲无路通行，无路通走险啊！但是伫安尼讲的中间，其实后壁有稳重一个答案，迄个答案就是你是毋是愿意改变、转变？这是今日短短这段经文，咱伫遐分析内底短啊，但是内底情景不加复杂。咱拄仔讲起为亚实突、非利士人，讲到埃及，讲到古实。最后讲到犹大，甚至最后佫指向沿海遐个人，这较听咱最后佫来做一个解说。今日这段经文，我提出2个信息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头一个就是这个经文内底上特别的部分，就是以赛亚表演这个行动剧。3年的时间，赤身裸体，脱赤脚，伫耶路撒冷行来行去。这是一种非常特别表达、传达上主信息的方法。学者有甲叫做象征性的行动 （symbolic act），嘛有人甲叫做先知的戏剧。这种的行动
目的毋是要娱乐大众，敢若娱乐大众，毋是。咱来看见伊所使用的方法，是一般人袂做的代志，然后用真夸张的方法，目的是要引起众人的注意。所以，检测咱毋免伫遐问讲，以赛亚敢真正有脱捌体、赤身裸体安尼行3年？即个可能毋是即个经文的重点。重点是为什么伊要安尼做？然后伊要传达的信息到底是甚物？实际上，伫旧约先知内底，有安尼咧做出即种行动的人，嘛有其他的先知嘛安尼做。先知以西结捌用砖仔，摕砖仔，以西结第4章，伊用砖仔画顶头画线，然后伊家己嘛做行动，要表达讲耶路撒冷伫要去互围起来。后来因挂喙手、剃头毛，嘛做一个苦难的象征。上有意思的是，以西结第12章的时阵，演出一幕难民的行动剧。伊伫遐伊讲伊家己扮演做一个难民。炸一个迄个要逃难的包袱啊！伫众人日时拢看会到的时阵，伊就做出一种伊要流亡的迄个形。目的就是要传达上主的信息。伫遐我读12章的经文，互咱看。伊讲隔日早起，上主对我讲：，若有以色列人甲你问，你是咧创啥？你就甲因讲，上主安尼讲，这是有关耶路撒冷的王甲所有以色列人的信息。恁就甲因讲，我就是恁的调头，我所做的。要发生伫恁身上，恁要受掠、受放逐。恁的王伫天暗的时，嘛要派包袱啊，对迄个壁的空走出去。所以，先知以西结嘛，共款用行动剧来传达信息。咱若读先知耶利米，伊嘛是共款。伊捌用一个烂糊糊的一个腰带，以及一个拍喙的灰仔，要来表达讲以色列伫要灭亡啊！这是耶路撒冷要拄到困境这种的表达。所以这是一个先知的传统，用行动剧传达上主的信息。真有意思的是，德国的学者泰森。神学学者泰森甲咱讲，耶稣嘛继承这个先知的传统。耶稣咧传达的上帝国当然毋是一个政治的纲领，伊咧所做的代志嘛无一定是具体的政治行动，但是耶稣咧讲话行动内底拢带有真悬的上顶的意义。咱举几个例。伊选12个学生，这就是一个象征。敢若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，耶稣家己选12个新的学生，要建立一个新的弥赛亚的团体。这通讲是一个象征性的。第二，耶稣赶鬼，耶稣的赶鬼，毋是咱咧民间宗教咧讲咧赶鬼迄种的意思。耶稣的赶鬼拢是有象征性的。咱会记得旧年咱咧读马可福音的时阵，马可福音第5章真要紧的迄个赶鬼的故事。鬼代表土地甲人民，互外来军事统治的邪灵所威胁。咱会记得吉拉辛迄个鬼，伊讲家己的名叫做大群呐。大群就是军团的意思，罗马军团的意思，表示讲，这个人会变这样呢，是因为捌受到外来军事的压迫，致到伊无正常。所以耶稣咧赶鬼，有真悬的象征意义。然后咱会记得，人甲问讲，敢会当纳税？敢纳税互罗马皇帝敢通？伊讲你摕一个钱来互我看，
问讲啊，即顶头的像是啥的？是讲是凯撒的。所以耶稣讲出名的话，讲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归上帝。啊，咱毋通袂记咧，上帝归上帝，即句话才是重点。这是重点。遐甲上帝主权剥夺去的，爱甲讨转来。耶稣咧强调即种的概念。咱会阁会记咧，到耶稣最后一礼拜，入去耶路撒冷清气圣殿。这也是足强烈的一个上顶的行动。后来骑驴啊入耶路撒冷，大家举樟树枝甲欢迎。这拢是迎接弥赛亚的一个动作，所以真有意思。耶稣家己嘛是一个充满上帝性的行动的一个宗教领袖，带有这个先知真水的传统。明年咱的长老教会要纪念160周年，伫过去这段历史中间。咱的教会伫台湾这个土地，嘛捌有真侪象征性的行动，我举两个我家己参与的例，甲大家分享。1987年，伫东埔南投的东埔的布农族发生真出名挖坟事件，当时乡公所甲南投县政府要点公墓的所在。要起迄个风景区的观光旅馆，几个月前打广告，然后伫1987年3月7日，礼拜日早起，村内底人大部分拢是基督徒，去教会做礼拜，怪手就入来，甲蒙一个一个挖起，甲蒙一个一个挖起，骨头拢散到逐所在。这样代志真紧就引起玉山神学院，然后联络台南神学院、台湾神学院的原住民的学生，阮拢总将近伫要100个人，去到行政院头前抗议，举棺柴，举一个真大只的棺柴头前举12架，迄个时阵还未戒严。戒严的最后几个月，大家真惊吓，但是为着这个原住民受的苦，徛出来。迄阵我拄30岁，参加的人内底只有我一个是神学院的老师，所以迄天请我讲道，踮行政院的头前广场讲道。阮大家拢皮喘，但是。头一届示威，穿西装拍呢骨带安尼，大家拢穿甲足整齐。迄天我用马太福音22章32节讲到，是耶稣讲的话：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毋是死人的上帝。我迄天的题目是：伫上帝眼中，人拢是活的，包括遐个恁挖起来遐个坟墓的来的人共。再来，阮礼拜煞，电报车就来啊，甲阮抢甲6个拢澹落落。阮的迄个带头的学生去互掠去，后来抗议才放出来。这个事件引起后来原住民运动真要紧的一个注目，会当讲是一个上早开始的原住民的社会运动。第二个事件嘛，真有意思。15年前，2009年，住伫大溪的即个原住民阿美族的部落沙瓦兹，拄着台北县政府甲伊拆，甲因所有的部落厝拢拆掉。表面的理由是讲因占河川地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要起脚踏车的迄个自行车道，结果所有的厝拢拆了，遐老人无位通住，搭天路，踮河边搭天路。经过一届抗议无效，后来阮台湾神学院的
原住民学生甲几个老师，就去陪因去抗议。迄个教会的牧师张进财，伊个阿美族的名叫做马耀，带10几个老人，每一个人拢甲头毛剃掉。伫迄个抗议的场合，每一个人拢甲头毛剃掉，逐个人拢变做光头。强烈去抗议这样代志。连续3年，阮拢陪伴即群人继续争取因的权利。一直到第3年，得到正面的回应。台北县政府有发即个电甲水的即个证明互因，所以开始会当有水有电会当起厝，后来嘛得到地号。因做的头一项代志，就是起礼拜堂，大家做伙先甲礼拜堂起起来，然后再起逐个人的厝。2011年，就是3年了后，伫圣诞节，阮甲因做伙伫河边遐庆祝圣诞，嘛做伙伫遐感谢上帝，互因有即个定心重建即个家己的教会甲社区。这拢是真有意思，就是讲象征性的行动，用剃头毛、牙观察，是亲像以赛亚讲赤身裸体烫只骹，这个表达一种先知性、信仰性的见证，毋望会当唤起注意，上帝主权无用阮来甲剥夺，这是今仔日先知以赛亚真有意思，留互咱的一个记号甲调头。今仔日的第二个信息是最后迄个先知咧问的话，咱敢有法度走闪？这个经文是真严重的警告，先讲去阿瑟图城，后来也警告犹太国毋通甲埃及甲古实结盟。最后佫提到住伫沿海的人。今日真侪学者讲，住伫沿海的人，已经是咧指后来第2以赛亚，就是41章甲42章，伫遐讲住伫正海岛的人，其实是重点是咧讲住伫较偏远的，较偏远的边缘地区的这人民，这人听到讲审判要来，上帝审判要来，惊甲皮皮喘，惊吓不安，伫遐问：咱哪有法度走闪吗？今日经文先知的信息真清楚，这个大国家连家己都无法度救哪有法度救别人？所以伫遐讲，所有靠古实甲埃及做夸口的以色列人，会惊吓见笑。住伫沿海的人会讲：看，咱倚靠的这个王拢安尼，咱哪有法度走闪？这个信息虽然咱今日读到最后一节无答案，但是咱知影规本以赛亚书早就已经提出答案。以赛亚一贯的主题就是你就要做出选择，你是要倚靠上帝主权，还是要将你的信心放伫迄个毋对的所在，直到拄着困苦的这种结局。换一句话讲，今日的答案，伊是咧呼召大家爱悔改，转向上帝，专心倚靠上主，因为上主才是安全甲解救的源头。对以赛亚来讲，所有政治外交的决策的后壁，嘛是一种信仰的告别，信仰的宣认。亲像伫今仔故事内底，犹大国若去甲埃及甲古实结盟，等于就是甲埃及甲古实放伫上帝的顶头，比上帝较悬。到最后，甚至会去倚靠外邦的神明，这致到因甲上主愈离愈远。当因看眼前的这个政治势力，就是埃及甲古实，是唯一会当左右政局的要素的时阵，
因已经袂记咧过去，上主怎样拯救因出埃及，真讽刺，真讽刺。过去因伫埃及做过奴隶，打要去挖靠即个埃及。先知讲，这个递到见效，最后就是见效甲失败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是即礼拜的今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咱回顾过去一年，确实互咱惊吓不安。世界局势真侪变化，俄罗斯甲乌克兰拍得要3年，战争得要3年，咱怎啊知影背后有中国咧甲支持？最近北韩嘛加入战局，互即个规个战局愈来愈复杂。战争咱也看袂到煞尾的所在。然后有巴勒斯坦的危机，大胜是哈马斯的恐攻，结果以色列借这个机会就拍加沙甲黎巴嫩，这个战争嘛还未完全结束。最近咱阁看见叙利亚独裁的王朝离开，但是呢，迄个叛军敢有法度主导新的政局？大家还阁咧怀疑。顶礼拜咱阁看到发生烧圣诞树的事件，宗教中间的紧张嘛存在。韩国总统宣布戒严，这个局嘛还未完。全世界敢若逐所在拢有这真侪变化，无确定性。咱看咱家己台湾，共款面对危机。除了面对中国文攻武吓、军事演习，而且只有逐工无人机船拢划过迄个中线，要甲咱威胁。外面有威胁，内面阁有中国的代理人，为咱隔壁立法院发动政变，要夺权，这拢是。咱伫这年中间拄着危机，想到这，咱就去面对先知以赛亚的电问的话，咱哪有法度走闪？还是换另外一个表达方式讲，咱减有法度走闪。总是各位兄弟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存在伫以赛亚的传统。答案就是要转向上主耶和华。咱进前第7章第9节已经读到，你的信心若无在，你绝对徛袂牢，徛袂稳。伫即个年尾的时，我也邀请咱大家，搁一届，亲像拄仔因伫长老祈祷内底讲的，咱搁一届来。甲主立约，当人讲你敢有法度走闪的时阵，咱通回答讲有，阮要转向上主，上主要成做阮的倚靠。希望咱逐人的心内也拢安尼来做这个告别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温暖疼人的上帝，阮感谢你引带阮一年的时间，阮。经验着主你赏赐的平安，但是阮也看见世界的变化甲动乱。伫今仔日，先知以赛亚用真戏剧性的行动剧，用苦心要伫遐唤起逐人的注意，唤起阮定心，搁一届思考上主。的主权，也问阮家己，面对世界这个挑战，敢有法度走闪？愿你赏赐阮搁较大信心，来回应讲有法度走闪。阮要归向主，
牵条伫主的主权。伫未来新的一年，也求你将即种的信心、甲学习的心，继续放伫阮内面，互阮对你的话得到帮助，得到成长。为着今仔日学习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三界经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78首，圣诗第78首，耶稣耶稣，聆听充满阮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请坐。下面是公道的时间，为着下面三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1月5号新任的长老执事、省长的就任甲服侍。第二，为着各部门单位2024年的报告书。第三，为着2025年暑假的筹备甲服侍。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
请将这事来做最所祈祷。启示真理的阿爸爸上帝，新的一年要开始，阮谦卑伫你的面前，反省过去一年的所做，恳求上主看去好的，赦免歹的，嘛感谢上主呼召侪侪人来服侍，诚做长老、执事甲同工，为着荣耀上主来牺牲奉献。恳求上主保守看顾正月5号圣灵长老、执事、省长的就任甲服侍，逐个部门单位整理2024年的报告，还有2025年的事工的调备甲服侍，嘛特别爱恳求你保守阮的会友会身体健康，赐予阮智慧，伫新的一年排去你的十字架。用耶稣基督启示阮的道路，用听将福音传出去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耶稣基督仁爱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的奉献。请大家去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大家掀开旧部通知事项。后主日，咱要举行新任长老执事甲单位省长的就任，请大家为着长一同工做伙来祈祷。第二，感谢上帝带领，小会要伫明年的2月16号举行2025年的会员互会，请负责人伫
伫1月12号进前，甲报告书交伫办公室。第三，今年的结束的日就是12月31日，请会友甲大部分来注意时间。第四，2025年的停车场的升级费用1000块，也即会当用办公室来登记。第五，拜五的守护台湾的祈祷会，1月3号，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第六，罗牧师18年来伫好心病院陪伴真侪病人。离开前的最后一课是记载罗牧师甲25位爱慕的病人的性命对话，欢迎兄弟做伙来感受心灵的转化。时间伫后礼拜下晡2点。第五，主日小组1月15号要开始聚会，下面团契聚会，请大家做伙来看。具体的消息，林小会执事对亚吉安牧师的牧师码，伊伫咱教会长期担任执事，伊伫10月28号伫美国安休驻怀，原主来安慰伊做，个别礼拜伫今日下晡1点半，伫教会礼拜堂来举行。第二，主来欧进祥的纪念会，伫1月15号来举行。第三，咱所敬听主来石阿琴，就是甲代志，伊伫12月26号伫台大病院安休驻怀，女婿93年，原主安慰遗嘱。下面咱请地牧师来报告甲请安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大圣咱真用感恩的心看见永德长老恢复倒转来服侍真欢喜的代志。咱今日有几个来宾一位是为日本北海道来的教授福鲁高瓦桑。伊是迄个孙宝玲教授的朋友另外有即个徐乃文，欢迎欢迎。佫有黄松玉，欢迎请咱兄弟彼此请安三个圣诗389首，圣诗389首，无老上帝至权至尊，今时线请地牧师来祝祷，请大家做伙来唱。愿上帝平安，还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、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
遮济热岛必会，